厉道友见笑了。这贱婢想来是练功走火入魔，头脑不清了。来人，将这贱婢带下去，制住灵力，关入禁室。是。前辈，慢。怎么，厉道友还真看上了这丫头不成？老夫确实对此女口中的消息颇感兴趣。不如这样，用这些材料换取此女的自由之身，如何？厉道友说笑了。若此例一开，任谁看上本门女修都能轻易带出去，那本门颜面何存呢？啊！是这小丫头。不过，厉道友，咱们也是一见如故，不妨交个朋友。云某想办法让这贱婢将你所需消息吐出来便是了。道友，意下如何呀？云道友的好意，厉某心领了。只是这位姑娘适才说过，交易的唯一筹码，就是让我带她离开这里。老夫可没有欺负晚辈的道理呀。厉道友可要三思啊！为了此女驳了大家伙面子，犯不上吧？阁下执意要将他带走，小心惹祸上身！阁下，人我是一定要带几个，威胁言语，道友还是少说点好，否则厉某心情不好的话，血洗了这里也说不定。